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台中，阁有这个烘肉店来囤过期的肉品。更较恶质的是，竟然是偷改掉有效的日期。这间是徛伫咧勤美商圈附近，专门咧卖高级牛肉，一间叫做牛地和牛的烘肉店。食安处接到2位民众来检举，前往稽查，果然发现这个店内底囤将近200公斤的过期的肉品，而且佫来偷改掉有效的日期。负责人当场就互检察官带回，了后以30万来交保。网络顶包括着面册，包括着 IG， 全部互清空。若 Google 嘛改做永远停业。高级的日本和牛放伫咧铁网仔顶，由日本师傅亲身烘互你食。这间伫咧台中勤美商圈附近，广告2人套餐要4000块的牛地和牛烘肉店。当时去2位民众检举，放过期的肉，佮偷改保存时间。食安处含检调人员前往调查，果然会冷冻库内底找到要200公斤过期的肉。16项逾期的牛肉，罚款的金额总计192万。因为唔若放过期的肉，佮敢若偷改保存时间，负责人含肉品厂商当场互压断去。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。各预支30万元、5万元拒保。去调查嘅人工透早，店家唔若爱停业，并且爱去全部清空。Google 嘛改做永久休困。毛真侪民众不满，广告高级的和牛饼店竟然用过期的肉，佮偷改保存期限。花那么多钱啊，是想吃好吃的嘛？你怎么知道是过期的？因为2礼拜之前，台中另外一间嘛是高级的和牛烘肉店和牛 Emperor 接标并过期的肉，即摆阁是高级和牛烘肉店出问题，和民众真烦恼食品的安全。最近台中市的食安查工作吹哨者制度的确发挥了功效。前一摆和牛 Emperor 检方进行了后，包括日本籍社长、店长和料理长，全部嘛因为涉嫌违反刑法，分别以80万和16万交保。食安处讲，会即马开始会对台中全部伫咧卖和牛的业者进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